魂飘得很远的病人，我们就会在他的这个脑门这边用胶液，用一个又一个声音把它呼唤回来。我们看那个录影带一下。所以我们的头目，你跟他说你在为什么？他说我在叫谁呀？他不知道。现在头目文化素养要提升一点。在叫谁呢？他就说不清楚。然后丰年祭祭谁呢？也搞不清楚。所以大家只看到唱歌跳舞喝酒的同时，已经忘记文化厚度跟文化的脉络里面的很多的对象跟互动的那个形式到底在说什么好，来，这个是一个治病的片段那这个是蕉叶，这个生病的人灵魂被别的生命带走了，然后要把它换回来，回到它躯壳所以它会一直好，再听一次那个音乐。后面那个实词就是我们的专门术语，就是我们不是白话文，不是一般的阿美语，所以一套语系。好，这个就是呼唤他的灵回到这里，在这里，灵回来回到这里。嘎对是来的意思。好听。刚刚是嘎对，嘎对跟嘎地都是来的意思。可是，在神圣的空间，它会有嘎对 a 的音。可是，在世俗空间，它会嘎地 e 的音，所以在圣俗空间，我们用的称词母语，它会有空间的移动，黑是在上面，e是在下面。好，这个就是我当初发现很多仪式里面都是这样表示它那个仪式段落的目的，所以我就开始专注，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你看嘎地嘎地，你看它从这个空间嘎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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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是这样。好，所以如果你没有从 A 这个字到 E 这个字有一个空间感、灵的移动的感觉，那你永远不知道哈黑是什么，哈嗨是什么。好，就是从这里来的。好，再来，我们还有这个好嗨，这个啊是我的意思 ，O 是灵的意思，就是一忧这个忧 ，I 就是我在。所以我跟灵在一起，然后是在这个地方我在，所以它是一个灵跟灵的互动，然后是一个场域的交代。所以刚刚我们看那个枪神的歌，就是后面那个合唱的好嗨，好嗨，就会很多这个。丰年祭里面也很多这个，比如像港口的哇哦哇哦哦，对吧？哎呦呀哦哈嗨，耶耶哈哈嘿嘿嘿哈哈。他就是哇哇，那个时候他们就跳得很开心，然后舞步非常大，很开心，就是跟所有的群灵一起很嗨，很应该是就是很热，一群真灵活着的人的灵跟无形的所有的灵的相遇跟欢乐因为相遇而欢乐的。嘎里布拉干就是集体性的灵的欢乐。嘎拉迪布拉干那个母语就是标示这个，所以我们看这个总结等一下看一下它的后面的，来，好，这个一优刚刚已经讲了，嘎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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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好，多的话就是我们给灵吃东西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一个鼻音，就是多，就会同步的撒那个祭品，会有多这些声音。这个也是我们很清楚的，或者是拿无形的灵的丝线撒在每一个人的头上的时候，也会发出这个音，然后用铜铃这样也是都是这样，灵跟我在一起的意思。然后这边这个 A 字，刚刚我已经讲它是由下而上，黑，我一直黑，黑，这个字很重要，黑由下而上的意思。好，豆的话的啊是我的意思，豆的哦对灵。然后请灵下来到这里，所以所有的20-30个仪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声音。归纳整理以后，其实再回到仪式的文化脉络里面去看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个还蛮清楚的啦。所以我后来在唱丰年祭歌，因为知道这个在唱丰年祭歌的时候，我有一个太巴郎的爱徒，他就是上过我的课以后，他回去。那年丰年祭一边唱从头哭到尾，他说那真的有，我说怎么有？他说
就是那样，对。可是讲不出来，因为老人家也不可能跟你说什么叫哈嘿哈嘿，因为在生活上没有。可是我常常问老人家，是不是这样的感受，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好，我上个月吧，我到那个猫公，回到我的田野初恋，把我的论述跟老人家听，老人家热心到起来，还在那边实践说哈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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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说嘿嘛大妈都嘛去都把那讲，我好开心，因为他们帮我拍板，就是那样。他说我们说不出来，你说出来，对，我们有共识，就是那样，所以很开心哦，比那个得到金马奖还开心哦，就是觉得有活着的祖先们来帮我拍板，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分享的啦，好好分享。所以这样的称词，其实以后你们在唱原住民的歌的时候，细细的去咀嚼，用一颗心去唱，你会连接到很多不同的灵群，包括活着的人的生灵，好，活着的人也有灵魂，好，所以这个东西可以真的好好咀嚼一下。